我識呢一招，幫你實現夢想。你知唔知乜嘢係吸引力法則啊？原來咧，佢係一種心理嘅概念，即係話咧，其實你內心諗啲乜嘢，你感受啲乜嘢，然後咧將佢慢慢吸引過嚟。如果你有渴望嘅目標，你依家聽我講，然後即刻去做。因為一條鎖匙，我用咗3年嘅時間晉升咗分區經理。話說當時我啱啱入行，對工作充滿咗熱情，每一日咧都加班加點。但係當我咧好投入工作嘅時候，經理走埋嚟同我講要走啦，我哋要鎖門啦，打攪咗我工作嘅情緒。於是我內心有一個好強嘅信念，我要攞到呢條鎖匙。於是我每一日好努力咁工作，終於3年嘅時間，我攞到呢條鎖匙，成為咗分區經理。以前咧我係住唐樓嘅，咁依家咧我就係住電梯樓，因為咧住唐樓咧每一日上上落落行樓梯實在太辛苦啦。於是我有一個好強嘅信念，我一定要住入有電梯嘅樓。我每日起身都有呢個信念。我入行5年嘅時間，終於實現咗呢個夢想。你問下你自己，有乜嘢係你依家最想實現嘅？攞支筆出嚟，即刻寫低佢，然後每一日喺你腦裏邊不斷咁循環，你一定可以實現。